蔡康永的情商課3，你願意，人生就會值得。第一部分，有什麼好不願意的呢？第12課，別鬧了，生活怎麼可能有道理？唔好對矛盾口誅筆伐，大驚小怪，尤其係對我哋自己嘅矛盾。呢次真係痛到我，下次唔要再生小朋友啦。佢係着比堅尼嘅名人，條腰細到好唔合理噶。每次有比堅尼嘅相放出嚟，大家都會覺得佢係修圖整出嚟噶。但係喺腰呢個部分，佢真係冇修圖噶。我見過佢本人，條腰係真噶。佢堅持自然分娩，結果痛死啊！生完1個月啦，顯然猶有餘悸。以佢嘅身形嚟講，自然分娩應該好痛苦噶。個天要我哋生小朋友，但係又要將生小朋友搞到咁痛苦，咁樣唔係好矛盾咩？康永，我冇生過小朋友，冇辦法身同感受，但係矛盾好明顯。所有嘅動物裏面，只有人類生小朋友係咁危險噶。係嘅係嘅，我同意啊。大自然好多矛盾嘅事，生活就係集咗矛盾嘅大成啊。地球上面最多嘅就係鹹水，但係陸地上面嘅動物又必須飲淡水喎，呢個係好矛盾嘅事嚟噶。豹追住兔仔，就算追到啦，兔仔肉都係提供能量，時時都抵上唔到豹去追兔仔消耗嘅能量噶。我哋太愛一個人，好容易就會變成好恨嗰個人。我哋越係加班揾錢，就越係冇力氣去使錢。更直接嘅矛盾就係生命被製造出嚟，然後過一陣又會注定死喎。咁樣呢個設計本身就係好矛盾啊。既然矛盾係咁正常嘅事，點解喺我哋眼裏面會變成咗大驚小怪呢？你根本就係前後矛盾啊！你講一套又做一套，係好矛盾喎。你可唔可以頭腦清醒啲啊？唔好咁矛盾啦。矛盾被討厭，成為咗罪名，變成咗唔可以接受嘅事。因為人類希望生命係有道理噶，會依據道理嚟進行，咁樣比較知道下一步會點樣行。於是乜嘢言行一致，善惡有報，天道酬勤，失敗乃成功之母，呢一啲大道理紛紛都走晒出嚟，層出不窮。呢一啲說話都好好，都係俾生活搖旗吶喊，好好嘅文案。但係佢哋當然唔係真理。任何開始體會生活嘅人都知道，生活根本就係唔依道理而進行嘅。相反，生活係充滿矛盾噶。所有矛盾都很正常，沒有什麼好羞恥或自責。我哋要先接受矛盾係常態，矛盾嘅事或者矛盾嘅人都唔需要一味咁指責。然後呢，難道生活就係唔需要講道理咩？當然唔係啦。人類雖然喜歡假裝睇唔到生命嘅真相，然後搞咗好多群體生活要用嘅規則出嚟，好似係守法、結婚、交稅、報戶口、返工返學，呢啲都係支撐住群體生活，而且防止咗大家日日都去打家劫舍，搞到全條街都係垃圾，又或者隨便咁大小二便。但係遵守呢啲規則嘅同時，仲係唔可以將呢啲道理當成真理。道理支撐我哋生活嘅進行，但係生命有大部分唔歸道理管噶。喺嗰啲地方，矛盾自然會光明正大咁上場。學住要將矛盾當成日常，尤其係自己身上嘅矛盾啦。呢啲都係我日常會練習嘅事，咁樣會令到我更加容易平靜。如果我哋係誠實嘅，我哋就會一直矛盾。我哋對每個人每件事都可以愛恨交纏嘅。我哋對自己可以係又心痛又殘忍噶，又坦誠又欺騙噶。我哋對生活可以係又貪戀又厭倦嘅。只要你願意對矛盾輕鬆咁樣去看待，對世界就唔會再咁嚴厲噶啦。活着唔係要嚟到呢個世界做法官啊！好多人指責世界混亂，指責生活現實，指責人心反覆，呢啲指責或者都係好啱嘅，但係對你嘅生活有咩幫助呢？當乜嘢都進入唔到我哋嘅法眼，我哋就會覺得乜嘢都唔值得。但係講出唔值得之前，先放下法官手裏面嘅天秤，唔好再審核，而係去感受。只要你願意放低嗰啲硬係塞喺我哋腦裏面嘅盲目標準，你對生命嘅感受應該可以繼續擴展得好多，深刻好多，亦都豐富好多。